来看这诈骗集团有影出头真新，破获现金的1万块法案才刚通过，都有民众收到简讯，讲要点入去链接内底填资料，才会当领钱。提示咱乡亲就要较密切咧，千万唔通去互诈骗集团拐去。简讯写去年税收扣超过5000多亿，打要全民发现金1万，佮甲连接要爱离切入去。刑事局赶紧提出紧急的呼吁，讲这是诈骗集团上新的手法。立刻就有诈欺集团到处传送简讯，要你呢点选到一个连结去，这个填上你的个人姓名以及手机号码，甚至是你的信用卡号码跟到期的日期以及背后3码。刑事局指出，若准切入去，就会出现这款的画面，为着互民众相信，佮会出现中央存保公司的图样，佮来地爱你写资料，佮会甲民众联络，要求因操作网络银行，互民众一步一步落入去诈骗的陷阱内底。实际上，这个法案才拄只是3读通过，立法院按算上紧14才会送出法案。民众若准收到简讯，一定爱提悬警觉。另外，台中又搁有诈骗集团，记做是时代的亲情。讲需要资金来甲人骗。昨天我来汇呀。嗨。所以昨天先汇32了。对。嗨。今天又打来。我老公有跟他联络，然后他没有打电话。那就没有错了。他确定是诈骗，没错了。连2天前往银行汇款，他先汇出32万元，隔天又准备汇款40万元。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，通报本所员警到场，并协助联系真正的侄子。证实富人遭受诈骗。台中警方接到银行员的通知，姓吴的负责人前一天才汇32万，但是第2天又搁要继续汇钱，金额拢真大条。原来是接到讲伊家己是负责人孙仔的消息，表示需要现金，后来确认是诈骗集团假的。警方提醒民众，若准接到这款的电话，拢需要先查证，唔通真简单就相信走去汇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